擺脫日常6種內耗。大家好，我係阿福，平時靠寫字畫畫、買賣古物收藏品為生。今日我想用自己嘅真實經歷，同大家輕輕鬆鬆傾下，點樣擺脫普通人最常遇到嘅6種內耗心態。其實我以前同絕大多數朋友一樣，成日心亂、煩惱多，做事3分鐘熱度，好容易受人影響。後尾我慢慢調整心態，改變生活習慣，先徹底擺脫長期內耗。今日將我親身試過最有用嘅方法完整分享俾大家。第一種內耗，熱情極速熄滅，所有目標半途而廢。以前嘅我絕對係典型3分鐘熱度嘅人。每當我想認真發展書畫、古物生意，一開始一定雄心萬丈，朝早起身覺得自己充滿幹勁，諗住今日要畫幾幅作品，整理幾件收藏品，回覆所有客戶查詢，規劃排得滿滿。但熱情只可以維持2-3日，過咗新鮮感，我即刻懶散落來，坐喺畫桌前面唔想拎筆，面對一堆古物藏品唔想整理，客戶信息都懶得回覆。明明知道自己要進步，要搵生意，要累積名氣，但就係提唔起勁，任由日子一日日荒廢。後尾我先徹底睇透，原來大部分人嘅熱情都唔係真正熱愛，只係一時情緒上頭。情緒好嘅時候就想發奮，情緒低落，懶惰上身，即刻躺平放棄。我而家做法好簡單，徹底唔再信一時熱血。我每日唔訂鵝大目標，只做細小固定動作，每日堅持畫一小幅小品，每日整理一件古物資料，每日學少少藏知識。唔靠熱情，唔靠衝動，只靠習慣維持。慢慢發現，穩定嘅堅持遠比一時嘅熱血有用100倍。第二種內耗，太在意人哋眼光，人哋一句說話就自我懷疑。我以前都係超級在意人哋評價嘅性格。剛剛轉做自由職業，專心畫畫同做古物買賣嗰陣，身邊好多親友唔理解。有人話讀咁多書，最後唔返公司打工，畫畫買古董根本唔穩陣。有人閒言閒語，呢啲興趣點可以當飯食，根本冇前途。以前我聽到呢啲說話，即刻心軟，自我懷疑，會不停諗，係咪我真係選錯路？係咪我太任性？係咪遲早一事無成？就因為太在意人哋點睇，我曾經動搖過好多次，甚至一度打算放棄書畫同古物行業，重新返去打工。經歷過好多掙扎，我先明白每個人嘅眼界、格局、生活環境完全唔一樣。人哋嘅評價只係代表佢哋自己嘅認知，絕對唔等於真實嘅你。而家嘅我心態完全變晒，我專心畫好自己嘅字畫，認真做好每單古物交易，憑自己手藝揾正當收入，問心無愧。別人中意與否、認同與否，完全唔影響我嘅價值。做人最緊要唔係討所有人歡心，而係守住自己嘅節奏同初心。第3種內耗，驚失敗，驚出醜，永遠唔敢踏出第一步。好多朋友嘅人生停滯不前，唔係冇能力，而係太過恐懼。我以前都係咁，剛開始做網上分享書畫、古物知識嗰陣，我極度唔敢露面，唔敢發作品。我驚畫工被人挑剔，驚藏知識出錯俾人笑，驚發咗作品冇人睇，尷尬失禮。好多夜晚，我諗住要更新作品，經營客源，但一諗到各種壞結果，即刻退縮，最後乜都唔做。長期落來就變成想好多、諗好多、驚好多，但從來唔行動，日子只會原地踏步。後尾我幫自己調整心態，亦都將呢個方法分享俾大家。首先，唔好模糊恐懼，將你害怕嘅事寫清楚。你係驚失敗、驚批評，定係驚冇成果？當恐懼變得具體，你就會發現，其實根本冇想象中可怕。跟住用細小行動突破自己。我當時唔逼自己一炮而紅，只係每日發一幅簡單作品，簡單分享幾句心得，
就算冇人睇，冇人讚，我都堅持做，慢慢累積落來，我唔再畏懼外界眼光，亦累積咗大量作品、客戶同經驗。大家記住，成功從來唔屬於完全唔驚嘅人，而係願意住恐懼繼續前行嘅人。第四種內耗，瘋狂同人攀比，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好，不配擁有美好。以前我都好鍾意同人比較，見到其他創作者作品好多人讚，粉絲多，生意旺，見到其他古物商客源穩定，收入豐厚，再對照自己初期生意清淡，名氣細，我即刻心灰意冷，成個人充滿自卑感，會不停覺得人哋天生優秀，人哋運氣好，人哋資源多，而自己乜都唔夠，永遠追唔上其他人。呢種攀比心態真係最耗人心神。後尾我徹底醒悟，每個人嘅人生時序根本唔一樣，有人少年得志，有人大器晚成，有人擅長營銷，有人擅長手藝，有人起步早，有人積電深。我阿福有我自己嘅節奏，我每日默默練畫，默默研究古物，默默累積信譽。呢啲努力旁人睇唔到，但絕對真實存在。而家我從來唔同人比速度，比運氣，比暫時嘅風光，我只同從前嘅自己比。今日有少少進步，今日有少少收穫，就已經足夠。做人最緊要建立自我肯定，唔好成日覺得自己不配，唔夠好，穩步前行，遲早會有屬於自己嘅風光。第五種內耗，計劃一亂，即刻擺爛，徹底放棄。好多朋友，包括從前嘅我，都有一個好大問題，生活容唔下半點變數。以前我每日都規劃好幾多點畫畫，幾多點整理作品，幾多點回覆客戶。一旦突發有事，屋企有雜務，天氣影響，身體唔舒服，打亂我嘅時間表，我即刻心態崩潰，心入面會覺得今日計劃已經毀掉，算啦，索性唔使努力，放棄算數。就係呢種心態，令好多人明明有能力進步，最後一事無成。而家我完全唔會咁樣，我明白真實生活永遠充滿變數，冇人可以100%掌控所有事。計劃亂咗唔等於失敗，只需要靈活調整。今日時間少就做少少，狀態一般就做簡單任務。只要唔徹底停低，唔徹底擺爛，每日有進帳，有累積，長遠落來依然會越來越好。第六種內耗，成日抱怨辛苦，負念纏身，運氣越來越滯。我以前失意嘅時候都好鍾意呻，好鍾意抱怨行業難做，抱怨客源太少，抱怨冇人欣賞自己作品，抱怨生活壓力大，日日掛住口邊嘅都係負面說話。久而久之，自己嘅氣場都變得陰沉消極，越抱怨，身邊越多唔順心嘅事，越負面，越難把握身邊嘅機會。後尾我徹底戒掉抱怨習慣，遇到困難，我唔再浪費時間申命苦，只會諗我可以點樣改善，我可以點樣進步，我下一步行動係什麼。慢慢我發現，當一個人願意靜心做事，減少負面嘮叨，專注解決問題，身邊嘅機遇、緣分、人緣都會悄悄變好。最後同大家總結一下，其實我阿福一路走來都係普通人一枚，冇特殊天賦，冇背景，冇捷徑，只係慢慢改變心態，戒掉內耗，穩步堅持，先可以靠自己嘅書畫手藝同古物生意安穩自在生活。大家都要記住，人生最大嘅敵人從來唔係競爭對手，唔係環境，唔係運氣，而係自己源源不斷嘅內耗。少啲衝動熱血，多啲心堅持，少啲在意人言，多啲肯定自己，少啲畏懼退縮，多啲勇敢嘗試，少啲無謂攀比，多啲專注自我，少啲擺爛放棄，多啲靈活調整，少啲抱怨負面，多啲正向前行。只要大家慢慢戒掉呢6種內耗，日日累積，日日進步，遲早都可以活得自在、心安、順遂，
活出屬於自己嘅精彩人生。空是因，無常果，捨我執，歸淨土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。拜拜。南無阿彌陀佛。